哋開心啦！社會福利署再一次獲頒申訴專員嘉許獎嘅公營機構獎，我同社署全體同事都覺得好榮幸，同埋感謝申訴專員公署一直以嚟對社署工作嘅肯定。社署一直以人為本，為市民提供唔同種類嘅福利服務。我哋嘅服務好廣泛，有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、青少年服務、安老服務、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同埋社會保障服務等等。而最緊要嘅係，我哋一直堅持以關懷、尊重、認真同埋專業嘅態度，同服務對象並肩同行。我哋亦都致力加快處理市民嘅訴求。近年更加積極咁運用資訊科技發展，同埋優化網上系統，等市民更方便掌握福利服務嘅最新資訊。我哋好重視市民嘅意見，亦都會視投訴為部門改善服務嘅契機。我哋可以喺處理投訴嘅過程，同時了解市民嘅福利需要，更加可以針對服務對象嘅關注點，促進同事嘅專業發展，令部門可以持續推出與時並進嘅福利服務。我哋制定咗清晰嘅投訴處理指引同埋程序，確保市民嘅每項投訴都得到適時以及公平公正嘅處理。另外，我哋設有投訴登記系統，妥善咁記錄投訴個案同埋監察調查進度，亦都會安排同事接受培訓，加強佢哋嘅投訴處理知識、技巧同埋效率。我哋會繼續努力，竭誠為市民提供優質嘅福利服務，建構關愛共融嘅社會。